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位於烏溪沙雲碧3座嘅高層2室，佢係一個一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310尺。我哋一打開大門，會一個小小嘅玄關位，左手邊係焗爐以及係雪櫃嘅位置，而右手邊就係開放式廚房。開放式廚房設有電磁爐。之後再同大家經過客廳行出露台，望一望出面嘅景觀。前方會望向雲海別墅群以及係佢嘅內園，可以遠望吐露港方向嘅海景，亦都望到未來嘅體育園。然後嚟到主人房嘅位置。同客廳一樣，望同一個方向，擺放咗冷氣機平台，可以方便日後進行維修。而單位嘅浴室就採用咗企缸嘅設計，保留咗發展商交樓標準。如果大家對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Leo。多謝收睇。